接下来呢，我想介绍我的人生经历。我呢是1942年11月份生的。那么1942年呢，是我们抗战胜利的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，日本鬼子呢向你投降了。那么我生日，那么我的小名呢叫胜利，因为搿情况建国人民还来欢天喜地了。那么抗战已经胜利了，那么我小名就叫胜利。对。搿我童年呢是基本上是辣盖1942年到解放1949年，搿段辰光呢是我记忆呢是蛮模糊的。我只要到我幼儿园好像开始1年，搿新华幼儿园不叫幼儿园，叫幼稚园。大概后来是台湾的叫幼稚园，搿我们大陆啦改幼儿园。本来我们叫幼稚园，因为光记得我有只歌了，伊是这个今朝是晴天，太阳高高挂起，摩擦吱吱叫，拥挤喔喔地，快起起来，织好衣裳靠好棉，大家7月桌来到幼稚园里。搿个光幼儿园叫幼稚园。我呢开学呢是比较早的，所以1952年呢光已经1年级了。那么到54年光呢，我已经初小毕业了。那么搿些光呢，我们国家呢是建国呢还有生物考试，生物考试是到1954年的6月份开始。搿些光是初小到高小，是4年级升5年级要考试的，6年级到初一要考试的，初3到高一要考试的，高3到大学要考试。所以生物考试1954年开始。那么当时我考来呢是初小是考起是高小，高小我年龄已经蛮小了，校长看接种哟，那外有你个年纪能小帮保留1年吧？两好像已经还没保留1年，我保留大多7年饭，那么后来我就名已经报脱了。那么搿年我们考起崇明中学，崇明中学搿些话属于江苏省崇明中学，还不是属于上海的崇明中学，属于江苏省崇明中学。然后报名搿情况呢，我头一个先生朋友叫施炳烈，伊问你今年几岁啊？呀。跟我哪样算法？讲实作年龄嘛，讲虚年龄啊。如果讲实作哦，那么我实作哪样算法呢？有实作没有大学生嘛扣脱1年，小学生嘛扣脱2年。那么我今年10岁，因为光我12岁岁小学生，还有哪能聪明？对。那么后来呢是3年初中读好。那么我读好光，我当时呢是光中路县大跃进人民公社，光3面红旗。那3面红旗照样搿个光初中毕业的，但是当时我出身呢不好，因为我的爷呢是搿情况，因为是光是包里当记者的，是崇明报当记者的，搿么搿情况记者帮国民党做事体。那根据现在的党员来讲，就当时呢，像我那个批人呢，当时法院录取的，对。搿么后来我初中毕业什么时候，学堂里是人去，学堂里人去嘛，我是已经进入社会了。就当时毕业的扫盲教师，扫盲教师呢，因为当时呢在社会上人繁忙不得了了。我的初中毕业修的，现在初中毕业像抵挡国家的义务教育像繁忙的，搿些话我的初中毕业光是初中毕业生像修的一样。那么扫盲教师搿种人呢，年纪呢还40几岁，光我呢是40岁，搿弄脱人家嘞，也都有是小学，一样小学，一样不是小学。我背个资历出人了，我当过老师的，但是我学生子还死脱了。那么人家还不懂，耶，你当老师，那学生子还死脱，那我本天了，搿些话我初中毕业叫我当扫盲教师，我学生子还40几岁，还要比我多30年，我现在70岁了，我100岁也有吧，有的，我那10几个有，对了。那么初中毕业的时候就进了工厂，什么时候？一开始给工厂不光当时我所有人这个是训练实作业，到现在来说要做童工了。那么搿些光呢，你当童工哦，你只要去上班就好的了。但当时上班呢是辰光蛮长的，要12个钟头。是做夜班的，要早上6点钟做到夜来6点钟，你说江桥做到巨桥。做夜班的，夜来6点钟做到第2天天亮6点钟。一个礼拜中休息1天，只有礼拜天休息的。确实是蛮苦的，对了。后来是在62年嘛，消防了，消防之后呢，在社会上也当临时工，各种工作还做过。到最后退休前呢，我是搞市政工程，是做马路啦，做小市道，扫马路、扫小市道，扫绿化，所以我搞市政工程。那么2000年呢，我是已经正式退休了。退休之后呢，一开始呢，我是听评论了，像苏州评论，
因为我墨香不喜欢，因为要有500两4毫啦，我墨香你要看好看，不看清楚。那一开始在听书，后来子呢是市场呢有一个经营不善啦，是线上请不起。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听众啊越来越少，因为60岁退休人呢，一个700人的了，给听书人还老头子老太婆了，所以跑腿也少一个。那么60岁退休人上来人呢还车没讲开的。伊从来不话我到市场来听书，可是市场不进去呢，市场还关脱了。市场是关脱之后，哪呢？我墨江不喜欢。后来我们崇明陈教镇呢办着老年道，老年道一样也有的戏曲，对吧？有的电脑，对吧？有的书法，有的声乐，对，有的摄影，就凡是各式各样一样有。跟我呢就喜欢戏曲，所以我呢报着戏曲班。戏曲班我开过呢，当然只有4个班级。后来也发展到已经10个班级了。那么唱戏曲人呢是男同志特别少，绝大部分还是女同志。搿了我们的戏曲老年当中，用的男的呢称为男宝。搿了我们的老年当中非常开心，觉得我们对社会还有用，人家还需要的。那么有时呢，我们还到外头去到社区，到敬老院。对吧？还到其他一个乡镇，还一演出去了。在演出过程当中，人他家有一眼报酬了。过了也虽然也觉得自家年纪大了，但是还有眼余热可以发挥，对吧？你自家一技之长，还为大家带来快乐，自家嘛叫老有所乐，还给人家带来快乐。过了我每天呢，自家觉得过了蛮充实的。那呢，搿叫也最近呢，是我们呢，老年呢每天呢得上是5几课了，是。自家觉得呢，总归还有所发挥。然后我这几个要主动到的同志呢，是自家办着叫报道艺术团。那报道艺术团地点呢，放了我们陈桥镇的文化中心。文化中心呢，搿面呢有跳舞也可以，唱卡拉 OK 也可以。然后有的呢是整模的台剧呢，要叫我讲负责的。搿现在我每天呢要特地开机器放映，那么还要帮你组织，对吧？组织老给他们喜欢唱舞剧啊，哪里他们喜欢唱戏剧啊，哪里他们可以喜欢唱黄梅戏啊，对吧？还要帮你组织了。崇明发展嘛，现在我们崇明呢是也是长江大桥隧道开通之后呢，我们崇明呢是包括是启动重启大桥，烧毁的客流量是非常多，对吧？那么我们崇明呢有好多景点，对吧？有东明森林公园，对吧？有结尾村，有银东村，有西索十里，对吧？有东滩十里，对吧？对了，这个所以全国各地，特别是上海地区，到你崇明白相人嘛是9乖，对吧？各种里去崇明高兴、崇明园子啊是慢慢好嘛，价钿嘛上去了。崇明景点呢，具体景点但景点的具体的不晓得，因为我们讲我来崇明了，实际上我景点也不大去了，不大去嘛，我最晓得有哪个几个景点。对吧？我前几天呢，我叫是阴历的2月初2叫龙抬头了。三明村是龙抬头呢是有只叫烽火艺术节了。烽火艺术节邀请我参加演出，要演出呢，我自家戏曲以外呢，我还有特长，我会得执旗的，是杂技了，我会得执旗的了，我是会得顶旗，我随便哈么子把龙头上发落脱的。因为我记得春节里向对吧，一个人火爆裤子上国子一部假说一是上春晚草根对了。我呢是快浪向可以顶鸡的，3个。但人家叫我参加达人秀，我不参加。我人破出名志破仗，我不高兴参加，对吧？我现在我拿顶那种椅子啦，顶凳脚啦，一头顶还得可以4口人。那么快头上把一只圆地图把了快浪向可以顶，一只3鸡头把了快浪顶好再靠拨大家可以靠了圆地拨大家看。搿了我只属于保留节目，那给我人生当中是值得自豪的，我是只顶级。搿了我口冒名是叫顶顶，好叫意思呢，是一个头表上能够顶东西的托顶。搿了我冒名是叫顶顶，搿了我也算时髦了，近70代上口了，当然现在也还微信了，对了，也对了。2个天到三明治三明治也有景点。刚才我们讲给饺子了，不饺子，三明治还有，包括这个各种各样上，好嘛，北部、南上、两上跟面还有，伊是文化村也有，对啊。搿天我们搿天大一共大概5天功夫，5天功夫呢是我们呢是搿天是17号演出，
对吧？这是闭幕式搿点演出，参加闭幕式演出，所以是高档，对吧？而且我们讲上海也过开演出，所以反正崇明白相的地方是非常多，对吧？包括以前小孩的白相嘛，推小桌子啦、推铁拐啦、直播了，一个隔壁也有，对吧？但我们小孩的白相搿种呢，都是推铁拐了，现在到后来一翻出来的，伊当时髦了，对吧？搭高跷啦，啥么子，对吧？反正我觉得我生活在崇明岛上了，观念非常适宜，空闲新鲜，因为工厂基本上没得了，搿么意思空闲新鲜，搿人呢是精神市场，老年人呢是长寿。那么崇明呢，传统呢是过年呢是增高嘛，就是拿分是那一节当现在拿分税进来，那打税之后呢是要收个，拿收分，那么一增高呢大概是考验奖励，考验金米一增高，那中间呢8-7斤个糖，8-7斤糖呢是糖它给分一了和了一道了，和了假使你考酒店呢，你搞眼葡萄，搞眼果子。对吧？还搞眼松子肉还可以的，然后把蒸笼上蒸，这大概是一蒸高呢，等于2分钟还是蒸好了。呀，搿种高特色是到高浪毛8块一斤了，但我自家成本就2块一斤，对，都是3块高里，都是3块里有一点，对吧？那蒸牛逼坐月子呢，搿只我拿手了，搿只本身我也引以为耻哦，因为我甚至见过了，所谓见过是1周年了，我们1000多只月子还我一高头做。而且我们当菜的月子配置啦是相当高级的，是现在我才要是规范，现在我们有非常规范，这月子配置当然蛮生态的，对吧？里向呢可以啊，谷子馅也可以，萝卜馅也可以，对吧？那么芝麻馅也可以，对吧？豆沙馅也可以，甚至那么肉馅烧这个牛八斤啊，肉馅它做生它是肉掉了，烧这8斤也可以，对吧？那么到此这样的是牛端午的，端午节呢是，那至于龙台头里搿种还没吃搿种还没叉腰糕里搿种是发达的，对吧？那么到这样的是吃粽子的，对吧？粽子嘛还有个纪念吃肉了，对吧？呀，那么上包吃肉个尸体不来就愿意吃它，对吧？搿么多人家拿芦叶包子米，是到了搿米路讲里。那搿芦叶呢，搿过粽子呢也有一个技术个，对不？搿星光对伐？搿星光像我们娘了，伊这个粽子包粽子学了比完了。对吧？伊都他本身上菜都家庭妇女，家庭本身就做搿种么子。现在是妇女还交房子，有种妇女还是到学堂里去还工作了，搿种么子发动的对了。那当时呢，我们娘来过粽子嘛，我蹲在边头啊，蹲在边头看嘛，自家都看不一样啦，就是过个斧头总会得过。那么现在我会得过一样了，只要切到嘴巴切到就好了，跟字面一样的，不管你个印上过是哪色的，对了。我过斧头印上，斧头里向我给粽子里向嘛，我喜欢过粽子嘛，就把点长生果子，对了，把点那我看见过肉粽个唻，纯蒸肉，对了，把眼酱油，对了，烧子肉粽，对了。你假是有粽子要套装粽子给搞点大的来，要切烤肉块一只来，我自家觉得酱啥个，对了，过来样自家东西蛮好吃嘞，自家弄个滋味觉好嘞。那么我小辰光呢，我住了叫富东街，所谓富东街呢，是县政府的东面。叫富东街，因为现在呢叫人民路的。那么我小个辰光对吧？是搿条路呢是黑沙街，是大概是2-3公尺的距离。那么路呢不是路，是下头呢还是石膏，一条条石膏铺成功的。石膏下头呢是阴沟，所以现在不叫小水道了，对吧？那么房子呢还是老屋，是瓦屋了，是上是小瓦了。那么小个辰光呢，反正是蛮清苦。我记得我小光我吃个么子呢，还是也米饭基本吃不着个，是纯人叫纯糯米稀饭，纯麦饭，所以也不是小麦到当时叫面粉了，干面了，都是搿些个累麦了，以前搿种人嘛叫累麦了，所以吃出来搿个味道口感是一点不灵，一点吃不进，对吧？那么大米线呢是大米啦，大米全部打碎之后叫纯人大米线，那么后来呢？稍微好点了，又是米的是下头呢是米，上头呢稍微洋一眼大米线，叫大米线饭。那么屋里向呢，搿叫上呢，我是屋里向呢是一间房间里呢是一张白布头上。像我小个呢，我记得我同你亲母2块，因为我亲母比我大62年了，对吧？我的亲母回来的话，今年18年岁了，对。18年1岁，伊要比我大62年，我的爷比我大30年，我的亲母比我大30年，我的爷比我大32年，我的亲母比我大30年。过了我记忆当中，我一开始小光，我的亲母是一个老太婆，
对，伊比我大62年嘛，加上我50岁，伊已经是67岁。搿种而且搿情况打扮又老实个，搿笼统里亲不来的。白布头上一只老式抽屉，有得夹穿个，那夹可以打个，叫有得夹穿个。那么点个灯呢，反正现在还没点灯呢，不点灯。我那光小最小光，我记忆当中，我点灯草灯，所以一根灯草啦，一根灯草是包来弄只小盆子，小盆子放个7个油啦，是点了个灯。后来是呢是用洋油的，所以也叫火油。搿情况是因为搿洋油是外国人发明，对，叫洋油。洋油呢是自家弄只瓶，那么弄只瓶子盖头上呢是装根管子，弄根灯绳，弄灯绳光还草子一开始当香了搿里向。那么自然会一点么就这样就点灯。后来是伊进一步呢就叫美孚盏，因为跟美国一个美孚公司嘛，对，伊出一种盏子，伊上头有玻璃做的，所以比较亮的，对吧？那导致到60年代开始，大概有的点灯了，对吧？当时点灯嘛也还是白炽灯了，对吧？过了我们小孩的话年数呢，还是辣基本上还是辣洋油盏蜡烛就年数是。长大个这年，而且我呢，是侬是读是9年制，开到初中没法开的。过了跟一样特色，我反正年数辰光唔得电灯个，全部是火油灯。那么我小个辰光呢，就由于蛮辛苦呢，由于当时生活艰苦，过了你只要最喜欢么要过日的，红烧肉啦、眼啦，对啦，豆角啦，搿情况么是最要吃搿种物事。红烧肉做出来是便当个。你是肉3好子对了，你基本上是发巴式的，是把个酒，是全部用崇明老白酒，它是当水的，它可以热凉。烧好子呢是烧好子以后呢，不是手吃的，还要把它碗里子呢，还要加水蒸一蒸，蒸到时候口感头是蒸好酥脆，最好吃，对了。因为小孩大力用了，正因为大力用，我要红烧肉，我是深有体会了。有趟龙上辰光，我是觉得世界上最好接受红烧肉。因为光吃一样吃不着，是苦了，是肚里你的油水了，是吧？那么豆角嘛当然更好呢，豆角嘛当然生蒸肉了，生蒸肉它豆凉了，都是好货搿情况对了，搿情况你到还没学煮高了，学的，跟我一样吃不着，我吃搿种顶好吃，对了。那么眼嘛，我的小光是给它蛮均匀的，所以我小光呢是都是吃保养些了，因为现在保养费基本上适中的，搿跟眼还在日本搿里头。实际上，你黄眼呢还叫南阳蟹了。伊北阳蟹跟肉头呢是比较发扬，比较厚实了，而且伊呢，伊里水是洗脱个。那么当时我同你亲母没黄，到搿面叫，伊让你重名叫北阳蟹叫黄火浪，没黄火浪搿情况，不叫毛个，叫白个，叫白鸡肉，一肉呢16斤，一肉像1斤啦，像天均一发了，搿1斤是对16斤了，那么一肉也是对16斤，对了，总归白个鸡肉黄火浪。那白薯条呢？么头一顿呢是烧来吃，好吃了一塌糊涂。那以后呢，不烧得吃呢，就把牛头房里就烧干，烧干子呢就还炖来吃。搿只味道是，直到现在我认为是世界上是黄火浪是最好吃。直到现在，都讲黄火浪现在看见不就不要说吃了，对吧？搿只黄火浪这种，搿种小光是对我有深刻的记忆。黄火浪已经是最好吃了。那么小孩子呢，我的小个辰光对啊，我这个衣裳呢。是因为刚刚解放了，对吧？我记得我到学堂里去，对吧？冷天呢，平常着长衫个，那么到冷天呢叫棉衣，是里向是长衫，是双层长衫，里向隔里个啦，里向拍个老棉线，叫棉衣啦，对吧？那么冷天呢还棉衣不是后来是它会进步的，是找个棉袄，扎棉裤子个。那么扎棉衣搿情况呢，棉裤子不扎个，因为反正棉衣是套到脚跟头个，对吧？那么，因为搿情况，身上个绒线衫，绒线呢也是2统结个，因为反正现在的羊毛衫型对了，搿公还还考虑买几个。那么有的绒线衫装呢，属于高级的，对了，有的对了。那么搿叫冷天，我小个辰光是着棉，是冷天棉袄棉裤，夏天吧，反正认为。是后衫短裤头了，对吧？